弟兄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2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0篇，耶利米书22章11节到17节，路加福音11章37节到5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下海啊。以前囡仔的时代吼，若准无细字讲歹什么物件吼。做伙的人总是发出讲这个声音啦吼，了后就讲吼，你吼该死啊啦吼，你该惨啊啦吼。台语迄个讲就是讲你会害啊啦吼。那对于这个信仰的层面来看，任何的无心之过，也是讲只要愿意诚心实意的反省，就会得到上帝的赦免。那呢，什么款的人会害啊？当然是遐个明知故犯的人吼，比如讲这个列王啊，因总是做上帝眼中看做恶的事。另外，像遐只有做表面无有实际信仰行动的人，也亲像福音书所记载的律法师啦、祭司啦，以及法利赛人。耶利米书22章11节到17节。先知提到着约哈斯的事，讲有关继承伊的老爸约西亚做王犹大王的约哈斯。上帝安尼讲，伊受领离开这个所在，永远袂阁转来。伊会死伫受领去的所在，袂阁看到这块土地。这个人有才艺啊！伊用无公义的手段起家己的宫殿，用无公道的方法来起楼仔厝。伊互家己的同胞做白工，拢要互因工钱。伊讲：我要为着家己起悬楼大厝，家厝开窗啊，用白香茶装潢，壁板漆红色。你用白香茶做高贵的宫殿，要表示你比别人较贤做王是无？你的老爸兼老母兼毋是秉公行义嘛？一世人享受福气，事事亨通。伊为着困苦甲善车的人心愿，迄时伊事事亨通。这减毋是因为伊真正捌我，上帝安尼讲，毋顾你的心目，加大看家己的利益，流无辜的人的血，欺负压制人民，因为伊所行不义啦吼，欺负人民来大大得罪着上帝。所以呢，上帝就差遣先知耶利米，甲伊宣告讲：你惨啊！你有才艺啊！你要害啊！法利赛人的问题，并毋是讲因为因捌律法啦，吼，乃是因为讲因捌律法，却活袂出律法真实的信仰生命。因却用律法来欺负人，吼。牵制别人，论断别人的罪，就算是我请人食饭吼，嘛想要借机会找别人麻烦。其实这种的情形嘛，毋是简单法利赛人会做这种的事。现代基督徒其实也经常会安尼，捌有人来找牧师来埋怨啦吼，讲吼，伊捌包红包互别人啦吼。却伊都伫事后，却咧讲吼，这个人竟然真正收我的红包，这听了煞毋知要哪应吼。嘛捌听过讲有人请朋友食饭啦，这主人就甲人客讲吼，你尽量点毋免客气吼。但是人客就毋捌来过这餐厅，所以伊就毋知要哪点。主人呢就替因点。食饭的时阵吼，嘛佫拢有讲有笑啦吼。这个无偌久了后吼，这个请人客的主人
竟然对别人宣称讲某某人足袂见笑的啦，互人请竟然拢点迄个上贵的菜色啊，这一听起来，这顶悬这两个主人不但是欺骗啦，佫较是会当讲是恶毒亲像福音书内底所讲，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同款。路加福音11章37节到52节的经文，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阵，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请伊去食饭，伊就入去坐倒。迄个法利赛人看到伊食饭无先洗手，就感觉真奇怪。主就甲伊讲：恁法利赛人只有将杯甲盘外面洗清气，毋过恁的内面充满贪欲甲邪恶。恁这个戆人，迄位创造外面的上帝，敢毋是有创造内面吗？着摕杯甲盘内面的物件去真济，安尼恁的一切就拢清气。恁这法利赛人惨因为恁将薄荷、茴香甲逐款的菜色奉献1/10互上帝，毋过无重视公义甲疼上帝。其实这个才是恁应该实行的，其他的嘛毋通忽略。恁这法利赛人因为恁爱伫会堂坐权位，伫市场口互人甲恁请安，恁惨因为恁亲像看袂出的梦，人对顶面行过嘛毋知。有一个律法教师甲耶稣讲：“老师你讲这话嘛是在侮辱我。”耶稣因为讲，连恁这个律法教师嘛惨因为恁将担无法度重担互人担，家己连一支枕头拢毋肯振动来减轻因的重量，恁惨恁的祖先大师遐的先知，甲因做梦，安尼恁家己已经证实嘛赞成祖先所做的代志，因为因大师先知，恁甲因做梦，所以呢，上帝的智慧嘛有讲，我要找先知甲使徒去提醒因，互其中有的会互因大师，有的会互因来迫害。安尼对创造天地以来，就是对阿伯起，一直到伫这段甲圣所的中间，互人杀死撒加利亚为止，因所流的血，即世代的人拢着刑。对，我甲恁讲，遐一切拢会伫即个世代的人来讨。恁这的律法教师惨因为恁将开知识的门锁起来，甲提走，因家己毋入去，要入去的人，恁煞甲因阻挡。基督徒应该爱虔诚，亲像使徒行传中间迄对夫妇共款无人要求因爱安怎奉献，但是呢，因一达决志爱奉献呢，就爱决志要成做这个主的仆人，互主所有使用，就应该就爱诚心实意爱有真疼，爱会当甘心乐意。诗篇120篇，我伫危急的时阵求叫上主，伊有应我。上主求你救我，通脱离讲白贼甲诡诈的人。诡诈的人上帝安怎来对待你？伊会安怎甲你刑罚？伊会用勇士尖的剑，用炎热的炭来刑罚你。我囝脚伫米色。带伫基达的人布片真惨，我要甲冤恶和平的人做伙行去上久。我爱和平，我一个讲出，因就要火，要战争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伫信仰顶悬，伫追求顶悬，会当诚心实意来实践阮的信仰，真心来待人疼人，亲像家己，互人得到帮助，互主的名得到荣耀。
基督科主耶稣嘅性命求，阿门。